同齐来关心天气，今日东北季风减弱，水气嘛较少，所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。咱来看温度。今日日时会继续回温，按算伫西半部高温今日有30度至32度，也若东半部今日高温是27度至28度，感觉拢是较温暖、较热的天气。也若花莲台东同款会有湿啊雨，过到了后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。这款的天气会一直维持到拜六。若礼拜日母亲节这天，乡亲就爱细日，因为会变天。伫礼拜日的日时，有一撮方面会通过会瓦紧。若礼拜暗时到后礼拜一通过台湾了后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各地拢有局部短暂雨，也是雷公雨。中部以北、东北部雨会落较粗，北部卖降温，降到剩20度至21度左右。其他所在是早暗卖感觉较凉。一直爱到后礼拜二甲后礼拜三，东北季风减弱，天气才会转大，温度才会回升。